尽心尽意，对你要找着人生的喜乐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真是听你，尽心尽意。我要无用你奇妙大权力，归应用你生命。主，我真是听你，尽心尽意，对你要找着人生的喜乐，哈利路亚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今早起咱所要读的圣经是《申命记》第15章。伫这中间，咱会当分做3个段落。第15章的第1节到11节是讲到安休年甲祭物免除。第12节到第18节是讲到罗列的服侍甲讨棒。第3部分是讲到性别的奉献，就是19节到23节是讲到头上生、前生的条例。咱大先来看第1节到第3节。特别满7年，恁着免除一切的祭物，下面是免除祭物的规例。祭司借予厝边的，着免除因的祭物，毋通对恁的厝边，就是恁的同胞，讨因欠恁的，因为上主已经宣布祭物免除。外族人恁通甲因讨，毋过恁借予同胞的，着甲因免除。伫遮讲到安休年的宣告，摩西伫遮设立安休年，就是讲特别满7年就要实行一摆的律法。伊这个规定是讲要免除祭物，这甲出埃及记中间所讲的，伫第7年伫土地就要休困，这个律法是相像的。所以这是一个社会甲经济顶悬的安休。第2讲到免除祭物的规例是对象是指家己的同胞，就是厝边。伊具体来说明讲，免除祭物的对象是咱的同胞甲厝边，因为这年是看做上主免除祭物的一个神圣的时期。这是一种义务的自身，将经济公平提升到宗教遵守的悬度。第3节也特别讲到外族人恁通甲因讨，就是允准对外族的人来讨债。这反映着以色列因内部特别的伦理要求，特别是咧维护以色列百姓中间因的经济的平等。若是外族的人的祭物，就看做是正常的商业往来。咱再来看第4节，恁若真正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遵守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恁就袂有散赤人。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伫伊赏赐恁做产业的地大大赐福恁。上主，恁的上帝会照伊的应允赐福恁，恁会照互真侪国，毋免甲因照。恁会管辖真侪国，因袂甲恁管辖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无论倒一个城，若有散赤的同胞，恁毋通硬心，手举起来无要帮赞伊。恁一定着伸手帮赞伊，照伊的需要照伊，补伊的欠缺，着谨慎，才免恁心内有歹念头，讲第7年免除祭物的年得要到啦，就对恁散赤的同胞当算，毋互伊。伊若为着恁的缘故求救上主，恁就有罪。你一定着互伊的时着甘心，因为对这个事，上主恁的上帝
为伫恁一切的工作甲恁的所做赐福恁。伫迄个所在常常有善车人，所以我命令恁，伫恁徛起的地，一定要伸手帮赞恁善车困苦的同胞。咱对第10节来看，这是一个上帝的诫命，也是上帝的应允。伊讲以色列若完全遵守上帝这个安息年所有的诫命，就当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，就是伫这个社会中间都无善车人。这毋是讲上帝无允准善车，是讲伫制度顶悬应该避免有一个结构性的善车。第5节到第6节是一个束缚的保证，就是讲顺服律法的结果是上帝伫应允的地会赏赐极大的物质的丰盛，互因无欠缺，毋免烦恼，因为免除祭物来受到损失。这个束缚的表现嘛，是对一个经济甲政治的一个丰盛，就是讲恁会当借互真济国，毋免甲因借；恁会当管辖真济国，因袂甲恁管辖。咱是望咱有法度通借钱互人，还是咱爱去甲人借？咱若有这个气力，会当借钱互别人，这就是上帝赏赐咱真大的产业。第7节讲到一个现实的问题，第4节的时阵所讲的是一个理想的状态。咱若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咱的社会就无有善车人。总是无论倒一个城若有善车的同胞，恁毋通疑心，手举起来无要帮赞因。这是咧讲，虽然有一个理想，咱望无有善车人，总是伫现实中间，犹原嘛是有善车人的存在。所以律法对制度的规定来转换个人的伦理，来提醒百姓毋通疑心，甲手举起来，无要帮赞人。特别是讲到恁一定要伸手帮赞伊，这是一个命令，来强调咱必须要主动来帮赞咱的同胞，照因的欠缺来满足伊的需要。这是一种义务，也是一个积极的自身的行为。第9节也这是防范人的歹意。咱可能会因为有第7年爱免除祭物的这个规定，所以有可能咱伫第6年的时阵，咱就惊咱的厝边来甲咱借钱，就袂借互伊。所以伫这个这是咧提醒咱，毋通心内有歹念头，毋通对善车的同胞当算，毋通想讲第7年得要到咱就因为安尼，就伫第6年不爱借钱互咱的厝边，这是伫律法中间一个严格的警告。这款歹念头的当算会致到有罪。第10节所讲的是一个态度，是甲咱讲，咱毋但爱互人，搁较爱甘心乐意，无勉强。这将咱的这个帮赞提升到一个属灵的操练，互咱知。这个帮赞别人毋是一种义务，是上帝会赐予咱的一个应允。11节讲到，伫咱这个所在常常会有善车人，伊搁一摆提醒咱，虽然理想上上帝望无有善车人，总是伫咱所徛起的所在，犹原常常有善车人。所以这是一种事实，也是上帝搁一摆将这个命令、这个应允的责任来交代予咱，咱必须要帮赞善车的同胞，这是永久嘛是持续的一种责任。咱再来看第12节，你的以色列同胞无论男女，袂互你做奴隶，互在你6年到第7年，你就甲伊偷放，互伊自由离开。你偷放伊的时，毋通互伊空手离开，就对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的羊五穀酒摕一部分，互伊双手满满出去，就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地做奴才。上主恁的上帝有救赎恁，
所以我今仔日将这个事命令恁。这是讲到一个罗列的头棒，伊规定以色列同胞正做罗列了后，伊服侍的期上最是6年，第7年就必须来受头棒恢复自由。这个头前照前的规定是同款的，也是对罗列制度的一个限制。第13节讲到咱头棒罗列是毋通予伊空手来离开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条款，会当确保因得到自由的时阵，因有够额的经济资源，来避免搁一摆因为散车搁一摆真做罗列。14节讲到，就对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的羊、五穀甲酒中间来摕一部分，予伊双手满出去。这规定主人应该慷慨的对家己的财产中间来互罗列帮赞。这毋是行清借款，是主动来提供罗列伊的需要。第15节，伊爱咱记得咱伫埃及地做奴才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动机。因为以色列人捌伫埃及来做奴隶，因为上帝恩典才得到自由，所以因必须用同款的怜悯甲恩典来对待家己的同胞。咱再来看第16节，你的奴隶若对你讲，我无要离开你，因为伊疼你甲你的家，佮真爱甲你做伙住，你就互伊徛门生，用钻仔甲伊的耳孔钻空。伊就永远做你的奴隶，你嘛着安尼对待你的女婢。你甲伊偷放，互伊自由离开的时，毋通毋甘愿，因为伊服侍你6年，伊所做的工是请来的工人的定倍。上主你的上帝为伫你所做一切事祝福你。而且讲到，咱应该爱互奴隶有一个自由的决定，稳准伊伫服务期满了后，若是因为伊疼这个主人家，愿意自愿留伫主人家的时阵，会当永远的服侍。这体现着咱上帝的规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。第17节讲到，奴仆若自愿留落来，主人就要举行一个公开的仪式，伫门前用钻仔甲耳孔钻空，这表示伊自愿将家己留伫这个家庭中间，成做规世人的奴仆。这个律法同款也适用伫女婢中间。第18节讲到是一个偷放的心态，伊提醒主人家毋通因为偷放来毋甘愿，感觉损失。而且提醒咱，奴隶6年所做的工，伊的价值是咱请工人的定倍。因为咱若是去请工人来，伊的工资一定搁较悬。咱再来看第19节，所有头上生工的牛羊，就分别做献归上主，恁的上帝。头上生的牛毋通做工，头上生的羊毋通甲伊剪毛。恁甲恁的家眷，逐年就伫上主恁的上帝拣选的所在，伫伊的面前食的牛羊的肉。若有破相，无论是骹摆、失明，还是有甚物严重的瑕疵，拢毋通做祭物献互上主恁的上帝。即款牛羊的肉，恁通伫恁住的所在食，无论你日常清气还是无清气的人，拢通食。亲像得食羚羊甲鹿，毋过火毋通食，着摒伫涂骹，亲像得摒水。第19节开始讲到，所有头体的公的牛甲羊，拢必须分别做成来归互上主。头上生的精生毋通用伫世俗的用途，牛毋通做工，羊毋通剪毛。这是承认上帝对所有的修行甲性命的优先权。所以咱爱将头体来献互上帝。第二讲到头体的精生爱带到圣所来献祭。伫遐会当甲厝内人三角来分享来食，这是一种敬拜了后的团契甲庆祝，将奉献甲喜乐来连接起来。若是有破相的骹摆，也是失明的精生，都毋通做祭物来献互上帝，因为咱献互上帝必须是上好的、无瑕疵的，
来表达咱对上帝的尊敬。若是有下厝的头体的精神，虽然袂当献祭，但是会当像一般的羊还是鹿同款，伫家己的城内来食。食的时就无限制即个礼仪顶悬清气还是无清气的人。而且上尾也有讲到袂当食火的规定啊啦，讲到无论食甚物肉，火绝对毋通食。这是甲利未记中间所讲的性命伫火中的规定，搁一摆来提醒咱来对性命的尊重。当咱台湾新明记第15章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咱有啥物启示？头一个，祭物的免度甲救济，虽然是两种无同款的议题，总是咱对经文中间咱会当看到。摩西伫咧强调安息年必须爱免度同胞的祭物的时阵，也期待以色列人会当互相扶持来救济散车人。以色列人因特别进入应允的所在，虽然因拢会当分配到土地，总是伫生活中间嘛避免会拄到需要帮助还是救济的时阵。所以摩西伫第7节有特别吩咐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无论倒一个城，若有散车的同胞，恁毋通硬心手举起来，无要帮助伊。摩西望以色列百姓会当来帮助伫生活中间、伫社会中间这些散车的同胞。所以咱爱看咱的手，咱面对咱需要的人，咱是手举起来，还是伸手来帮助。第二，摩西也提醒以色列人，毋通因为安息年特别到，烦恼伊到时阵无法度对欠孝的人中间来收回伊的祭物。对这款歹念头无愿意祝福人的人，摩西是坚决来反对这款自私的行为。伊提醒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，应当谨慎来遵行上帝所予因一切命令，毋通自私，爱慷慨来施舍。上帝就会赐福予因。咱看见今日咱的台湾社会有真济福利机构，因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散车人的需要。比如讲，因提供学生的助学金，帮助失业的人有就业的辅导，也是有食物银行，还是救济金。也有真济教会也成立亲像友爱基金，或是其他的关怀基金来帮助生活中间来拄到困难的兄弟，也是社区的百姓。只要因提出真合理的需求，教会就会当来提供因适当的补助还是救济，来实际上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这就是体现着疼厝边的基督教的信仰精神。所以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咱也有事奉部，咱也有专人生命教育协会，咱就是咧做这种关怀人、帮助人的这种事工。所以当咱将金钱来奉献予不管是这社会福利机构，还是教会的友爱基金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知影，这笔钱是咧帮助这真正有困难的人。所以咱毋通伫咧帮助的时阵，佫想要求什么回报，因为这都毋是奉献的目的。咱来帮助人是要为了回应上帝丰盛的恩典甲祝福，并且来遵行伊透过摩西所吩咐咱的命令。亲像第11节所讲的，伫迄个所在常常会有散车人，所以我命令恁，伫恁徛起的地一定要伸手帮助恁散车困苦的同胞。第三，伫咱身边拢会有一寡需要帮助的人，咱是毋是有愿意有一种无求回报的心来帮助这个人，互因伫欠缺中间来得到供应甲安慰。假使有人无法度来行这个祭物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愿意来免除因的祭物，无去对讨，互因伫生活中间来得到hiệu喘。相信咱安尼做的时阵，上帝恩典也会临到伫咱。所以咱会当用这礼拜的时间，咱用一寡时间来回想上帝怎样伫咱的生命中间免除祭物甲抛放自由。咱将咱的这种感激转化对一个人的具体的关怀。
上帝理想的社会，毋是无善请人，是仰望伫咱的社会中间无遮冷漠的人。仰望咱拢会当真说，伫即个上帝恩典中间一个顺权的一部分。咱三甲来祈祷，请上帝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看见阮身边的同胞，也是厝边因的困难、因的需要。当我看见人的需要的时阵，伫因的生活中间真正需要帮助的时阵，我望你会当提醒阮，毋通将阮的手举起来，会当伸手来帮助。阮过一摆来知帮助别人是主上帝你的命令甲号召，就安尼，阮就愿意甘心乐意来伸手来帮助。阮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主，我的好塞你，